好多人話今年嘅三文梨啊，由於產量太高，都爛晒市場啦。其實講實話嗬，今年嘅產量確實係好高。我喺呢度呢30幾年啦，我咁大個女第一次見到今年咁高產嘅果啊！你睇呢度全部都係生到一寸一寸噶。今年嘅果呢產量高得嚟呢，就因為市場太過於飽滿，所以呢好多人呢因為銷量而覺得頭痛噶。不過呢，好彩呢幾年呢，我哋喺互聯網呢累積有一定嘅粉絲量，亦都得到好多粉絲朋友嘅照顧，所以呢喺銷量呢方面呢，對於我嚟講呢冇太大嘅傷害。不過呢幾年我哋一直呢都做咗好嘅品質去回饋大家，大家亦都見到小樂樂嘅努力，亦都多謝你哋咁照顧我啊！睇一啲果啊，全部都紅到9分熟，自然熟啦。咁我哋呢就冇理佢市場咩價啦，我可以同大家保障到嘅就係、大家收到嘅一定喺市場自然熟，新鮮採摘，現摘現拍，入口呢係爽脆嘅高山果。而且我哋嘅果啊，唔追熟唔打蠟，冇色素冇糖精，將好嘅品質、新鮮嘅口感回饋俾粉絲朋友，全部都係新鮮採摘，現摘現拍。我哋每日呢大概可以接到3-4千單果左右，即係去到15000斤到2萬斤之間吓。哇！不過真係太高產啦，講實話。舊年就冇咩果，今年又太高產，高產又頭痛，冇果又頭痛，做農民都唔容易啊！大家如果想食嘅，點擊下方鏈接可以直接買嘅。